常常会当伫野外看到这种甲食物甜暗暗的牵甜食物，有一个浪漫的花语名小花曼泽兰，台语讲也做牛屎乌，是中南美洲的原生食物，发着真紧也真够炭。只要伊炭到有的所在，都会甲别款的花草乌甲冷去，无怪红讲是花草的癌，是一种真歹名的强势外来种。农业保护协会有一阵成员找出着解决的办法，因来开发出牛屎乌创意料理。另外，屏东科技大学餐理管理系师生嘛摕来入菜，包括着料理包，甚至是细细的甜点、司控，拢来参南遮的来自野外，佮发甲真普遍的非本土的食物。到底守护环境的生态，佮家常的食食的文化，会当蹦出什么款的花光呢？这回来看咱的报道，餐桌顶的保育行动。外来入侵种植物，如果今天到台湾岛上，大概这辈子你就要跟它和平相处，没有机会确确实实的全部移除掉。透过吃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让人们可以去认识这些植物。我们不要奢望是消灭了，我们就是以削弱的方式，知道说要怎么这样去采集啊，然后慢慢的去把它处理掉。我们再转个弯就差不多要到了。握着冷冷的小雨，人叫乌行老师的罗德日，甲斗阵的备好装备，赶紧刷卡。那边有一块农地哦，有几棵刚长的那个小花曼泽兰。坚定的心影，袂输要上场的战士，因准备要展开一场关系着台湾山林存亡的生态保卫战。看紧伫田园的每一角。是侵略台湾山林，名号做小花曼德兰的生态杀手，就要即时处理，斩草除根。它的叶柄特别长，因为它要抢阳光，所以我们看它的茎的时候，往上窜升的时候，它的茎每天能长27公里。它会在另外植物的时候窜出来，其他的植物的阳光就遮掉。我们要先帮根断掉哦，类似那个绳索，就整个架在其他植物的上面，就整个覆盖住了，一层一层的覆盖住，就变得你根本无法去动弹。老师，像这样的小花曼泽兰长多久了？2个礼拜吧，差不多2个礼拜而已。2个礼拜就可以长这么多？对对对。原生伫中南美洲的小花曼德兰，佮号做食物杀手，生长的速度紧，高炭种，会当透过根扎无性炭种，若开花结果，每平方公尺种的数量会使到17万粒。伊侵入台湾了后，因为无天敌，就袂输是癌细胞，真紧甲1000公尺以下的树林、果子园也是废耕农地拢占去。我们现在把那个根系已经完全清除掉了，那我们现在拉上去。这个是它的根呐。对，好拉。它的根系在这边，我们主要是要断它这个根。它长这么长哦。小花曼德兰目前获世界保育联盟列作全球100种上有危害力的外来入侵种，移除的工课是逐步拢袂当凊彩。我们在移的时候，它就开始会怎样？茎节就会断。茎节断的话，你假如没有再清的话，它就掉到土里，就变很多株，就变新的一株，原本一株变成 N 株。对。食物杀手的称号，不是凊彩讲，互伊砍掉的树花无法度补眼，全部生机。而且老师，你看它长过地方都凹下去了，就是。对，那个就等它树没有行光合作用，整个那个枝芽就枯。移除的小花曼德兰就要用布棚甲包起来，就惊落地土骹，唔知当时会死抓外尾溜。这年来，互专家学者偷看莫咧小的外来威胁，早伫咧1970年代就已经伫台湾互发现。关注境外生态威胁到底有偌严重？咱继续带乌行老师来到伫桃园中立区的休耕农地。这边长得原本很漂亮的，一阵子发现，怎么有这种攀藤植物窜上来了？树都不见了。就老师，我看到后面那一丛是不是？对，那个我们现在看的那个都被覆盖。
待会我们过去看它怎么样蚕食然后覆盖整个树冠层。来大家有没有看到上面的那个枝桠？哪一个啊？这个一圈一圈一圈的，那个就是小花哦。这么多？它就一直缠，一直缠，一直缠。它的枝条是这样，一个缠到这样子，一直叠，一直叠。哦。然后呢，它叠我们要怎么清楚？都已经被它覆盖啊，抢阳光，现在就旁边的，它现在盖住就往那旁边的叶子以后也没有了，就整棵就会死掉。里面感觉特别暗。这样拍得到吗？可以。眼前目睭就的树影是小花曼德兰的枝叶甲牵藤，一缘一缘塔做伙。侵入台湾伫个半世纪，小花曼德兰炭金失控，严重冲击着本土食物的生长。2001年，全台17个县市拢为伊的形影，当时危害面积超过5万公顷，相当于2个台北市的大小。2002年，危害搁进一步，入围5万7千公顷。一直到2003年，政府启动移除计划，透过补助的方式逐步控制。2021年底，危害面积虽然剩3393公顷，不过排放的生态灾难也是真恶劲毒。要移除它已经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如何跟它共处。对抗外来侵入种的食物威胁，阁有啥物对策？一阵来自桃园荒野保护协会的成员讨论出另类的解方。这个就是用野味刚摘下来的小花曼泽兰，原则上它的根茎叶都可以食用，然后就放到水里泡一下，大概就干净了。小花曼泽兰先切碎裹粉，然后再去炸。炸完了之后，再去把它切丁，然后再跟豆干一起凉拌就可以了。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很讶异，因为它一开始我本来看到这个画面，我会以为是咸的，结果吃起来它是有点微甜，然后很特别的感觉。就是假如没有讲，你不会知道它是小花曼泽兰。对，不会知道。酸甜的冷菜，主角是紫小花曼德兰。除了前菜以外，让人流嘴内，阁有这出日本料理。新鲜的叶仔落鼎来煎，这出小花曼德兰甜不辣。口味跟外观同款野目，它没有什么植物的味道。就跟你说，他小朋友当薯条吃啊，当咸酥鸡，对，很好吃我觉得很好吃。有食物清芳的小花曼德兰他妈哥野气，口感杂甜的小花曼德兰水饺，甚至是小花曼德兰青草茶，一出创意料理，直接甲派对过外来入侵种食物烹上桌，透过食。嘛会当替生态保育行动尽一份心力。我们用1斤的肉，它大概就是要8两到12两之间，所以它的量很大。其实小花调理起来的口感，有些东西真的胜过夜市的一些小吃。我们觉得，其实这样的创意料理真的可以往外推。我们去摘它的时候，又不会影响它，可以抑制它。镜头来到330公里外的屏东科技大学，类似野花同款的生态危机，嘛已经点点啊伫咧校园内底探紧。校园很多常见的外来植物这个是在1970年的时候引进到了台湾岛上。那叶子的话是成对的，这是小花曼泽兰它变成了台湾现在目前容易看到的是外来种，而且是外来种当中的外来入侵种。所以造成大概10年的话，台湾大概投入了3亿要来防治它，但是显然是防疫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。那另外一个外来植物的话，我们介绍一下，可能大家不太有机会吃它好，这个植物的话呢，大家可能对它不陌生。那因为它花序很大，所以叫大薯。大薯的另外一个名字的话呢，叫做马草，所以它是给谁吃的？它是给马吃的。这个也是我们在台湾很容易看到的外来植物，但是现在也变成外来入侵种。你现在目前看到的整片全部都是大薯，那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跟它不同姓，它就不让你进去。捌有人形容外来入侵种是去食官庙公，那原有的本土种食物家园不保，台湾这片土地可能会永远无法度恢复原有的模样。大家都会知道说，
只有同一种之间能够生长，不让别人来吃啊，所以这个对于社会来讲是没有好处的哦。那对于植物社会来讲，是以生物多样性是降低的。外来入侵种植物如果今天到台湾岛上或者是在任何地方，只要有文献说已经外来入侵的话，大概这辈子你就要跟它和平相处了，没有机会可以从这一块土地这个确确实实的全部移除掉。外来入侵种植物已经对台湾的原有生态造成了巨大威胁。像我们现在来到野外，这被称为绿癌的小花曼泽兰已经变成大自然界当中的常见植物。学者认为，想要将它们从台湾这片土地上移除，已经是不可能的事。现在我们只能想方设法找到它们的利用价值，才有机会加以控制。这是我们的香泽兰。那我们通常这个香泽兰的话，我们会取它的叶子，把它洗净之后，我们把它切成丝，然后把它做成菜。另外一盆是我们的大花咸丰草，就是我们俗称的鬼针草。我们就是一样可以把它干燥啊，或者是把它干干的这样子，就是把它切成丝之后，整片下去煮都可以。平常时，互人当作是杂草外外来种食物，香泽兰加大花咸丰草，要安怎解头外面？咱找总铺来点一下。先放2/3的鸡蛋，先把它炒均匀。很香哎。对啊，只要煎得好了哦，它搭配它的蛋液啊，它的香气。来，这样大花咸丰草的煎蛋已经完成。我是餐饮管理系的柯立元老师。对啊，我从事中餐的工作呢，已经有20年的厨艺经验。接下来我们要做小花曼泽兰的肉燥。先把红葱头稍微爆香好了，半干了哈，还有一半的湿润度的时候，我就把小花曼泽兰，把它放进来。有一些外来种也是对台湾的生态有一些影响，透过这种教育呢，让大家知道这种食物，然后也可以入菜。我觉得这样是蛮好的。但好想象、好食、搁好看的外来种食物料理，拢是滨科大餐女系师生所组成的50山团队，开2年的时间研发完成的新血。那前方这2款的话会是周品，那分别会用到的是小花宽叶马偕花，那以及这一款的话是使用咸丰草，一样是大花咸丰草去做成的一个中式的周品，那方便可以给银发族去食用。再来的话，我们也有规划汤品的部分，像我们汤品的话会使用到布袋莲，那我们另外一款是使用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是川七的部分。其实外来种植物真的太多种了，老实讲太多种了。那我们其实整个实验的过程将近到2年，很大一部分花的时间会是在尝试。经过不断试验，团队的成员更较袂输是5个王试甘问。摕掉可能有毒的食材，才找到外来种食物好食的秘诀。咸派是用香泽兰，我们把香泽兰的叶子洗完，然后干燥，然后撕成那个粉状，然后也是一样打到塔皮里面去烤。那这个司康的话是用那个小花宽叶的叶子，它的叶子会有比较清香的味道，然后它是跟坚果类的食材会蛮搭的，所以我里面有加花生。这些植物就像我们刚刚看到，其实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周遭。从餐旅系的角度里面，我们把很多的想法里面，从掠夺的这部分怎么去做消灭，怎么样去做和平共处，我们从这样的出发点，然后去做这个新的一些餐点上面的构想，认识到更多的植物，然后才发现原来我们周遭这些植物都就是外来种植物有影响，对我们的生态影响这么大。我们原来可以用自己的专长，然后就是让大家更认识这些东西啊。抱着对料理的满腹热情，5个少年人发挥个人的专长，除了料理包创意料理，佮邀请幼稚园的囡仔做为野餐，佮保育观念为野外延伸到岛顶，佮继续推广到教育上前线。我们不要奢望是消灭啦，我们就是以削弱的方式，就是慢慢提倡这个观念，慢慢的知道说要怎么这样去采集啊，然后慢慢的去把它处理掉。很重要的部分是让人们可以去认识这些植物。我想这个生态是有很多多元多样貌的，透过吃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就能够去把这所有东西串接起来。
无一个好的外来入侵性食物，正做岛顶的料理，嘛替减轻生态风暴提供另外一种思维。为食食来北上，凡是无法度完全根除威胁，佫需要多方并用，才有机会甲生态危机降到上低。